2018年度农林各族自治白苗家园巡主题为扶贫在路上，上苗歌讲苗语学苗文，推助扶贫攻坚。农林各族自治县白苗家园巡。至于最崇高的敬礼，此次参加聚会的有来自农林各族自治县者浪、新州、盐茶、客场、龙霍、平丹、蛇场、德峨、诸场、金钟山和西陵县的普和、那左、八达旺子等乡镇。白苗虽遗传成优秀歌手，弘扬白苗现代歌曲的优秀歌手陶童、陶文杰、熊美英、王桂英、陶华珍、熊少国、王先燕等优秀歌手同登舞台，展示真实才艺，用他们那绵续歌词而又响彻云霄歌声，令人难于忘怀而又久久回味在心窝底里的曲调，给聚会气氛增添到了白热化顶峰。冬天而寒冷的黎明就出发，千里迢迢赶来参加聚会的蛇场脉冲两位芦笙手，用他们那旋转而奇妙的脚步和震辱人心的美曲芦弦芦笙调，再次将聚会场面推向高潮。亮丽如花白苗上衣和犹如白仙鹅般羽毛的白苗白色褶裙走秀及歌舞，更令人赞叹。聚会在挥舞美步，笛声阵阵，歌声悠扬，交流交心，或留地址，联系方式，酒杯碰撞，以敬为干，再次握手，是今擦泪中圆满落幕。此次因有的同聚会于2019年1月19日下午18时，在广西龙林各族自治县境内的